哇，爆汁嘅喂，嚇親佢俾佢蛋。呢間開喺冷巷入邊嘅夜宵站呢，我諗係荃灣嘅朋友都知噶啦，一間性價比超高嘅小店。一坐低呢，叫咗成堆嘢食先，佢不論用頭盤啦，去到佢炸物咧都非常用心啊！呢個燒脆肉丸、燒瘦真菇、燒墨魚板啊，只係10蚊嘅，而家香港地邊度揾啊，大佬？有啲特別嘅，例如呢個秋刀魚乾，我真係第一次食。呢個好少食嘅芝士竹輪卷拉晒絲，又係10蚊，黐滿晒芝麻嘅炸多春魚真係好鬼脆。佢款式多之餘，但係冇 hea 你呢一下真係好開心。呢個火山當呢，佢肉多過飯喎。雖然佢好味，但係呢個先係今日嘅 MVP。呢個胡麻牛肉榻榻麵呢，真係不得之了。拉開喎，牛肉有揀過，調味非常好。最後食埋呢個爆漿大啡菇，哇，爆汁嘅喂，嚇親佢俾佢蛋。佢入邊仲有葱，加埋蛋汁芝士，呢個啡菇正喎，8點鐘，而家門口都仲係坐滿人。